好，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台南市新化区农会配合着市政府推出着假日来去踅市集的活动，消费者直接就会当甲小农来买蔬果，包括竹笋、龙井、金蕉甲有机蔬菜，拢真受到消费者喜爱。台南市新化区农会伫假日推行农夫市集，结合在地小农伫新化市场农会前的广场摆摊伫卖其中有机青菜，上受到欢迎。讲起初就是因为阮农民啦吼，就是阮的青农有一寡瓶颈啦，了着一寡物件就要咱销售，由这个阮总有知了，了由于这个推动之下，变做讲伊就讲甲农会这所在，提供阮青农来做种诊所。民意代表甲地方人士透早就来采买，支持在地青农。农会提供遮好的平台吼，互即届咱青年农民吼，感受到讲咱农业销售的管道甲系统吼，其实是朝向多元化的发展啦吼。另外，家庭主妇嘛伫疫情期间，将一礼拜量做一摆传起来。哦，买好菜，食好菜啊！大家拢会当食，话大家拢会当叫我买。新化区的农会表示讲，希望借由举办市集，提升青农自身的销售能力，嘛提高收入。消费者嘛使买到上界新鲜的在地农产品，会使讲是三赢的局面。